放收看《后生太上宫》，有家太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社长阿忠姑，乡下来老后生人大在鼓了，呢到底头摆讲重人是天定日头来做事，日头落山过後準備來睡幕，不過呢個時台日頭落山過後嘅生活將會開始見來見當然，日時頭來睡幕。暗部頭所開始來生活嘅牙瓜，今日呢繞場六個後生人來討論幾道嘅牙瓜生活到底上到樣板去，掌聲來歡迎。主持人老太小記到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看起來動物講，不過呢其實冇去過夜店嘅阿子怡。第三老太小記到係李嘉。大家好，我係到嘅生意店超上愛水木嘅水姑娘李嘉。第三老太小記到係白劍。大家好，我係當中熱聲音大道波卡享受愛熱聲音嘅廿聲發嘅鐘白劍。第四老太小記到係後生。大家好，我係當然啊廿聲發靚嘅後生啊。我第三老太小記到係簡寧。大家好，我係很忙19歲就是衝過嘅咯，韓志生，最尾老太小記到係黃小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喺18年前做夜店從走做下窮樣，本身阿妹超多無奈何，行我3不5時就係機車細妹係送細妹係線，也介紹位聽從冇？你不夢啦，天哪！我就可能做得講結構，講結構。最後你阿心吼，我就你講完自我介紹，就哎下禮拜走來了。冇啦，得人驚。唔過講真件啊，大家咧，假如講到這個有啲人係像做衰做行嘅人，有啲人真係像野怪，扮野唔衰木，多大半睇下講下，唔切㗎係野怪唔衰木野毛嘅呢一種人毛嘅阿姊。我就係野毛嘅，因為那係毛到半夜1、2點，我真係就冇辦法睡落覺。不過你奶妹做啲同時但應該野毛係含有晨間型人，因為唔講，因為那係間人啊要投入啊，還有些愛做嘅時間，就像係做掉嘅什麼，不過又冇辦法做掉嘅時光，不過你因為做掉嘅工作，等下你都結實量嘅。好，古時我做啲動暗睡幕、動夜睡幕，不過還做啲動作紅蟲，我係動厲害嘅。係，不過我也不過除咗訓練自家做啲做掉嘅睡落覺，咁樣對身體較好啦。係啦，真緊。OK，呢個嚟講下，唔係做衰做行嘅人係冇。係，我頭擺其實係野毛嘅，動野嘅野毛嘅哦。唔過到野下山係做衰做紅嘅人長動到啦，因為我知道輕年紀嘅關係唔掂哦，真見到你醫生幾啲咧偏講年紀，真係會本人大。雖然我係最後生嘅啦，唔過我知道你這個年紀嘅關係係講，你頭擺見變做野毛嘅時間吼，野下真見係做唔得做野毛嘅，到嚟12點後馬上燈自動關機燈出。真見係愛苗，古時候野下山係成型人，就會早睡早起。老人家啦，係老人家嘅食法，因為我哋知道，係講而係做水木啊，做紅蟲嘅話，其實做嘅事情會較多條嘅，係韓國做啲把握動作嘅時間。嘅黃小鳳嘅做衰做行，可能嘅只做老人嘅聽意有啲無共款。我有2種我真見動作，從夜下啲蟲吼，喺你家下食飽安全家下，開始撩啲蟲。我真見我係冇兩樣啊，我哋黑牙啲水毛。因為老牙婆強樣。那因為我食飽飯以後吼，一碰燈坐燈，跟遙控器一定要數紅卡燈，然後就按那姿勢。是半天時款呐。嘿，因為你係勇士吼，你頭拿係放空嘅，最後摔就係你係勇士，一定要把按那時間。阿峰爸，唔係阿峰爸。阿峰公。還有咱嗰陣係咩真件動做衰啊？因為有陣時吼，我做勢，可能到天光差唔多5、6點啊，看到日頭嘅，按做了，我結結衰哦。簡單嚟講下，設計要乜嘅剪裁嘅野成法，我嚟看起來唔少咁怪啲怪怪我係奇怪嘅啊，我係冇辦法啦，因為咧我係嘅劇團員，吼，嘅因為平常時大家早晨啊下晝去上班啊，古早暗晡頭，大家就用行腔下來排練啊排戲錯冇，佢排戲嗰樣咧團長就會講，人腔下來戲唱歌嘅，因為唱歌嘅大家就會培養感情，佢按做戲張有你咩劇有冇？古時候大家呢唔係舞台戲嘅，舞台內嘅就係特技團，你都要給學長學弟學姐學妹，其中咧就係啲 KTV 地度測空翻。
哦，大气还有你哦，剃水桶变过来，来当固安的大。哦，啲偏手啲都拿卫生纸出来，动嗨呢哎呦，啲啲嘢攞來都嚇到嗰時叫我一樣。人家都計創過係食到假酒係冇。即係人家都冇試酒之後，都可以懂清醒嘅時間做嘅事情咯。忙食酒就開始煮嘅。真嘅。你感覺個 waiter 最討厭，最鬧群同你條，喺房間唔啲變啊嘛嘅。坦白我去抽了三十，看見條位老垃圾桶變過來，到轉過來打麼？一百克唔可以講緊自家要乜嘅熱身法麼？我咧好好講一下，因為我開創嘅時節是要講到我當中日嘅聲音大到福卡哈，一個認為個原因係認為講吼，因為你西頭嘅時節哦，怎麼你一定要逼自己讓人類強下來相處咧？乜嘅人類？如果係人類，那用這是導很像你不是人類一樣。你就唔係人類的。你就想可以相處你下去病啊，自家好接手機掉，你看這個互相吵鬧相近。係啊，喺你條我插手嘢嗬。我有就係人類啊，而係乜嘅？我係亂人。唔係人，所以暗部嘅時節，當然我本自家嘅聲音吼，大到不較好好咧享受一下。咁講到嘅熱身法啦，譬如講熱店啊，我冇去，我有去過一擺。不過嗰一擺係同外國嘅時節，我感受一下異國風情啦，冇強融。校外教學，差唔多冇半點鐘是離開咧。嗰下咩要當然講到熱床嘛，熱床係咪要一擺係太好嘅時節？嗰時節咧係因為大家搶愛戲啊，我就不好意思拒絕，因為人氣王嘛，搶愛搶下戲，戲到改片咯，因為芒新年咯，哎呦，去到門前嘅街上，佢問我講，哎，你係興奮緊咧？哦，其實有點刺激哎，哦。我躺下去了呢。自己談唔下嘢啊！我們可以看一下，可以不用理他，可以他們。還是給他一點點尊重，反正他等下也不用講。個重點就係講吼，熱身法對我來講吼，係當有感覺當有興致啦，不過吼，冇乜想去嘗試啦，而上面大多都係最好嘅。有可能冇人抽唔啦。冇，那你們等下找我嗎？沒有啊，因為你不會把垃圾桶翻開來啊，我抽你，我冇想嚟讓人類相處咧。講到安用迄個好心啊，也開始講到這個吼熱身法，name 擺到 name，嗰係熱天話，我老街中白腔是冇強用咯，係我係人冇電控啊，嗰是唔係後生人嚟啲喎，嗰好把握嗰後生人嘅時間，我驚我老嘅時間我係後悔啊，所以啊，因為你老嘅時間我電控嘛電唔起咯，啊你唔會電腦電動停停。咩？我老嘅時間是用咩？做水做戲。係衝啊風暴啊。係啊，所以好好把握體力最好的時候，我該時哦，我係為到咧推背嘅熱身法，想盡辦法考到推背嘅學校嘅，我用做啲打上嘅高準嘅大病咯。哇，你真誒。所以咧，嗰時讓我太後營業社推背所有嘅熱點全部去過咧。不過大家冇緊張哦，我係熱點，我係啉酒調味嘅，冇做其他嘅事情。冇去攞攞命命啊！梗係你明啊！試到酒正經唔可能要凍櫃呢。你講嘅冇咁錯，所以我太陽營業嘅時節哦，我是冇去熱點嘅，我係該冷住吧。唐英哦，嚇，唐英哦，唔係唐英哦，然後啉酒大家打嘴鼓，唔係因為佢熱點地步，演講應該真正調五輸送嘅啦，還有一隻喺推邊間學到嘅亞波啲問題係冇？亞波是打暗布特是打柏林 Q。夜寶，我們都叫夜寶。該半夜12點哦，到早上6點，你啲熱腳嘅幾多錢嗎？10Q 添。你講嘅係唔係啲講嘅價多水量，唔係冰條嘅高樹。哦高樹。哎呦，你最近要求10Q 年哦，正經都。你下菜麼？你下鹹菜。哦。還有乜啊？還有半夜去整碗餐啊，還有釣蝦กุ้啊，還有打麻將，已經最好嘅啦。排隊。打麻將啊，哦，該正經調到咧，哦，還有我哋學校嘅時間，該是跳舞，所以我哋會半夜的公園練舞練到早上。哦。該正經調後上來，你睇上去咯。都精彩啊！一般像黃小鳳啲啊，仲見咩去公園練，唔該走神切掉。該早先安用演嘅啦，老面冇用咯。
所以吼，睇一个汉白假设安布条唔对做马介，就大咱个超强啊！哎，这就唔是，这就打电话问好顺个。哎，你有马介建议冇？你下咱内位又开夜保店。你下热天走的去哪片啊？冷天走的去哪片？哎呦，真的非常好。专业。王小凤姐讲下，头摆整件感冒一丝丝的亚神法。亚神法其实自家讲的吼，哎，上到其实全部就有啦，一天压一天有，不过最接的起码干点嘛？因为去夜店啊，就知道讲无安全，因为听懂以上爱讲啦。没安全多嘞嘛。你去夜店，其他事也冇怎无安全。今日就讲定啊，知道我都冇爽快，是你体积太大吧？古说我后来就改变嘞，我就去那网咖啦。哦，因为给他时态哈，我们都在打 LO。哎，因为打 LO 就想讲，福卡有天咯，啲福卡搞就做得啦。咁嘛去个网咖，因为好个即时战略的游戏，一定会太架细拉操控下，我哋教家下，我讲翻佢躺喺度，我讲，我本人对晒的，我让我动一下，我你先去试下个太架强下教，真有意思。古说最接的就是打网咖。哦，他落嘅啦，他落嘅方式，他上人教嘅方式，唔过正经讲正经吼，尤其亚神吧，尤其西亚妹，正经要注意一下自己眼神的安全。韩国你接送糖嘅到底，天师那个新闻当中糖嘅到嘛个，又是捡尸的新闻，你用会按定样，等下再来继续来下听下来分享哟。跌倒的用点哦，完全滑到怎样呢？佢嘅东门啊团体，佢东门团体用点哦，佢直接哎就就讲哈，因为爱用，佢韩国呢，佢完全是就追，佢跌倒嘅时间，佢还继续咪抢你，哎呀，韩国而家啲做乜嘅？佢前嘅救护车，容易撞上来咧，夾呢老起送到一个语言，我说今年嘅跨年呢，我们是在救护车上面过年。对啊。欢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太上宫嘅節目現場嗬，加上一台冇有大家去過那度嘅亞神法，我唱嘅夜生活小王子，還有這夜生活睡公主，沒有夜生活的睡公主。不過嗬，你窗頭看新聞啊，接上去看到當電影咁嘅新聞要講乜嘅，讓你眼轉去啦，就你在做乜嘅熱店嘅門前啊，看到當多時啊嘛，寫到最命命，唔定因我，唔定因事，本人講轉去。你自家要講因轉去，tan講，我們號稱是扛人王子，唔但像亞聖法嘅王子，他係講因嘅王子。健身哦。係哦，當會講哦，當會啱哦。要當都好講嘅講，因為講埋啱因哦，你係夜店無咪最始終看到嘅啊。係講埋啱因哦，其實哦，要當嘅跳到本因啱因。係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有冇讀到啊？一種意思。你排泄嗰種咩會托？點解托係嘛？因為看人啦。係啊，見面咪我一靠近你就像哎嘛。眼摸住，你唱歌嘅啊？其實要當然哦，嘛係趁人之危，個根本冇安樣嘅事情，因為我講。真叫啉酒醉，甲啉酒醉時節真緊已經冇話想法咧。你看睇到囡哦，看醉醉嘅，哇，迄人做咩行路騙人嘅啊？係啊，馬上啲地馬上喊啲咧，係啦，講啱面講朋友，其實我自家經驗啊都豐富，我未啱過，係啱過當多擺，講啱嘅係馬莎，啱嘅係自家人啊。講埋意思咧，即係頭要到囡哦，先好啉酒。又唔會啉酒嘅人，去到改變哦，為咗面子啊，有誰冇當這樣想咪改變？哦，做唔得，做唔得輸人哦，啉凍到結果忘體咧，忘體做唔得行路啊，苦嘅時間都搶上嘅人啊，自家電腦馬西，還讓人講轉去，真緊六歲人啊！你寫啦也寫冇啦？我講嘅係都有啦，你是都有啦，厲害。不過亞選行嘅人，介紹嗬。差一些，本人啱咗。唔錯，係捱半年，因為呢，我去西班牙讀書咩，嗰陣時呢，我就啲台灣嘅時間就請資料，佢就講有啲酒揾到桑格利亞，當危險嘅酒哦，大家都講做唔得食。結果呢，我去讀書嘅時節，佢學校地度有賣酒，多好嘅好教啊！我就點桑格利亞食。桑格利亞嘅台灣話其實有人講，就三多利啊。係啊，要做嘅當好食，我就試下，
冇乜嘅感覺啊，所以太比如冇感覺嘅時候，我酒量實在還好。係啊，佢幫每嘅朋友啲台灣來請我了，然後去當我嚟微笑去搞，我就點嚟，佢用嘅香格里拉不意思，其實以後就嘣，是酒精嚟講，用啊我吧，後我就攞幾嘢，係用嗌咕嚕咕嚕屍體，我想來轉嘅，一起嚟，我講啊唔係我喲，佢條那哦我就。放到個天嚟當去啊！我朋友就把定幫每個朋友衰當叫空從嘅行啲嘅天嚟冇嘢臭人啊！咁你關鍵係講唔贏，所以講唔贏。唔係啦，我嘅朋友都把定嚟做，我朋友係講嘅佢係萬奈如何盤安嚟見盤見 L， 就賺到飯店。原來呢又賺到學教講哦，因為呢啲學教啲都試酒精係喺東南看啊，嗰種濃度係零。好冇？嗰時候嗰種係香格里拉真見到唔一樣，係啊，記得啊。誒，你係人哋 Mr. Gu 老太太講嘅，Master Gu 吼都有經驗，然後食香格里拉為酒醉，唔過切假吼拄到是安尼，食到最命，就算佢衰退，即係還好一些。有當然食到最命，開始去酒店啊，我撥酒店，哦，用會暗用應該事情阿志。唔切假就係嗰種會撥酒店嘅人。有一擺就係我做生意，真係聽學白，我就特別老朋友啊，佢就特別聽說我親身做生意，你就特別因為我生意嘅前一年按部頭，你就去是個餐酒館，個餐酒館一定會是嘛個鳳酒嘛，嗰所以開始你就大家當當你就可以講鳳酒，就向下食，食個鳳酒過後，你就講，哎呀，間傳統厲害嘅係嘛個係調酒，因為大家是調酒嘅，就一撒一比，你強面都冇強，就搞翻來是調酒。所以哎呦，唔快睇咧，快睇咧。唔單槍暗用，幾壓厲害嘅來咧，幾傳統嘅店家、嘅調價就談到講，哦，你鴉片啊有壽星哦，佢就貼片來2盤嘅 shot， 本人嚟生。韓國壽星一天會食1筆，可能1筆 shot 他從係喺馬街嘅眼唔啲，結果我就開始，我朋友就講啊，我就開始叫咧，勁叫，我就諗定我嘅朋友就講，幾隻死啦，真係係撲撲啊，勁出嘅貓，我就諗你講，你一定會讓我幸福，一定會幸福。唔過我開始叫嘛，啱啱兩位。誰來看到我叫，每天開始叫講，你一定會幸福，就大家向下叫。都鴉片我還記得，後背我真嘅就唔記得。唔過有聽到嘅相片啊，還有樣片，我嘅朋友就講，我叫睇過後就開始燒，過後就開始盤，自己點喺地嗰度開始盤睇過後我企都企唔起來，我轉不開，我用架啥？好彩你大家都係東人嘅好朋友，只有2-3人，特別將我講到嘅烏布當紅。唔過呢，當我屋企咧，我嘅間房啲內第3樓。摩天梯。記得很特別將我講到我嘅間房，將我得到嘅名從當紅。結果呢，今年係我嘅生日嘛，唔過前一年我就19歲啊，就會怎樣宿醉，對不對？冇錯。宿醉就會當飲茶。唔過呢，我喺做生日，我係談男朋友係特別約嘅居酒屋。要係酒。我入去嘅時間，批到嘅酒啊，就會破。有時候會破咧。嗰時候嗰種時係我非常嘅痛苦做生意嘅。真嘅，唔單將你寫到按酒醉名寫，但唔定音樂，還有兩片，種白欠先生，莫看佢按呢長音哦，按長音，頭擺吼冇長音嘅吼，寫到酒醉名寫啦。真嘅有一擺吼，醉到唔了嘅事咧。該兩時係因為太學嘅需要，咁啊看安樣聊下愛哦，他係就參加咱 Q 吹咧哦，係該兩時我愛當種一啥球精啊，你知球精嗎？什麼是球隊經理，我當種一機啦，我太學嘅需要哦，因為學長會找個學弟吼，強下去學酒。然後學長的學弟制嘛，意思會讓你灌酒，灌到不容易動嘴那樣。那嘴太熱後，我就失魂落魄了。開始哦，完全唔記得自己係馬莎。然後我就開始讓因為那個球精該劉希美都現場，我就直接跟他講，啊，最近動中醫，我講中醫啊，那最近動小人讓你叫嘛呢？我一直啟動咧。動氣怪安樣啊，唔單止安樣要轉到盤2個須之後，大家唔係轉到自己嘅間房，轉去睡夢咧。我不是哦，我喺度喺走廊上面哦，
问天问大地，你怎么该唔从应该？讲到天台上哦，他那个工作人员哦，该盘点该那个工作人员是那个。你让你点点好吗？太高就不是水梦哦，就叫我安静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拢讲，人家怎么改？你还填时间会记得安静出来。其实我完全不记得，是因为讲那个时间的朋友让我讲的，我完全不记得我问天问大地了。我六样哎摸啊，龙大宋哎，就咪摸六期啦呀，形象打击嘞。那个物历史吼，摸来留下来吼，真紧做唔得这就会抢存。真的这样做。各位观众朋友、小朋友，真紧唔爱食酒，拜托你，拜托。真紧啦，食到唔爱食酒的人，千万唔好去变酒吼。唔过咧，你家嘛老太太讲的，爱糖得真紧，爱笑到冇牙会跌下来。真嘅，不过迄个朋友啦吼，因为 Annie 吼，给爷爷生活也是非常的精彩。嗰时间 Annie 去跨年，Annie 去包了一件礼纱，那礼纱底背度呢，就有个秋水池啊，那个东西吼。古时候嘅天内吼，接上位按用动番一点嘛，爸爸嘅操，嗰时大家还唱因妈嘅 DJ 啊，按用来大家在跳舞，嘿，跳舞紧跳过成个有位朋友动好跳舞哦，其实动王啊紧啲跳舞，哎，就想讲哦，我佢跳会动好，但是大家。完全唔知佢19岁咧，结果跳一下，就跳水耶，被冇跳水啊，佢就跌倒了唔知嘛，完全滑倒怎样呢？佢嘅东门啊团体，佢东门团体唔知嘛，嗰時哎你就講哈，因為愛人，佢喺韓國呢，佢完全19歲，佢跌到嘅時間，佢喺繼續咪跳唔知，哎你想講而家啲做乜？前嘅幾乎複查，容易眾生來咧，夾呢老幾送到人嘅語言，就說今年嘅跨年呢，我們是在救護車上面過年。對啊，你等記者看到那個跳，跳舞，我來知道今年真係非常嘅精彩。你家吼，你下講起來，大家笑到吼，笑下下，安尼，不過這樣是因為大家敬重之家，真嘅非常敬重。無限之家當敬重，不過撒下來呢個故事哦，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，假使你下小丫，大家來聽下咯，因為底下等於部嘅故事老太太分享咧，王小鳳。其實我知道吼，跟19杯酒醉嘛，我知道跟身體的比重沒有關係。像阿姊可能2杯下就差唔多。係因為個都市都係總嘅容量無共用。嗰時我同學吼老學長，佢有學長學弟制啊。嘿，攞灌酒係嘛？用上伊啲冰酒。哇！啊，你係做傳統戲劇嘅，嗰時候學長我用啊，我剃光頭。係因為我打太髮面，嗰時候剃光頭。用啥冰酒叫用啥強下上一盤叫。你迄學長哦，叫做小包廂只有1隻鐵絲桶，學長就搶到鐵絲桶，啊結果我同學搶到嘛個，佢作風一定要點嘛個，一定要點水餃，佢就拿盤嚟來夾，啊佢就馬上盤到佢檔口，佢水餃吼掉上來係冇顏色咯，我佢盤下落去變酸辣湯餃，如果盤嚟較細啲嘛，當家就黏嘅。當家黏嘅以後，佢就夾啦盤。馬上掉電啊！冇，佢先夾掉電盤，係佢夾啦冰下來，佢好作行啲男嘅鐵絲同啲盤，好作哦，應該太光頭，係佢就肯定佢降緊，然後就對對佢光頭安尼盤啊落去，佢唱歌以前你去什麼嘅點嘛？你去食台麵，佢麵條吼。啲個味底波盤出來吼，變做幾多條腩毛？有那個勾芡的效果，你嘛？當然強強安尼，哎，加個附着力當強，哦，佢就是只黏到嘅好種嘅太公條蛋糕，還有啲麵條啲人意講安尼掛定，嘅好種哦就唔敢平thường，夾到那種的，哎，嘅鬼殺麵，係咩？我唔知佢係識海帶唔知嘛？啲海帶咩？好嘞，前面聽到咧，擁有畫面咧。唔過喺提醒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家下睇上吼安好搞安神奇嘅故事。唔過很係提醒大家，食酒唔好試茶，愛試茶真甜，千萬唔好食酒。你假設還有哪道好搞好神奇嘅素材，等下繼續老師共同來分享了。今天就講我個燈光還有打落，燈光還有 T 8就錯嘅。嘿呦，哎呦，那動作，我老實講哦，只有在這一集大爆料哦，那是快洗垃圾呢。唔寫嘅哦。
系完全唔係。英國嘅地基係選手，就是強下比賽嘅贏，然後開始拉到技能差上部，很技術啦，拉到盤了，很技術啦，拉到劍鋒門前哦。他打開門的那一剎那，我突然想起來，想講，我中白槍唔係兩種贏，我不是這種人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喺上一團啊最美談嘅當電影為電影獎，就知道印象當深刻嘅故事，捱漢敗絕對唔會點湯餃。唔係，差唔多以前冇食台面，非常電影獎。唔過講到正經啊，接上有亞成班嘅從頭去我背啊，我又讀到好像很有緣，一講讀到尤其是啊妹，我本人來講法來行過來行檢來，有安尼經驗哦，阿子怡。有一班證明就係捱老捱嘅朋友，你就去個酒吧食酒。佢其實個酒吧呢，個位係貼嘅，就係真係喺度一排一排嘅。嗰種捱老捱嘅朋友就會面對面嘛。我順風啱啱還有其他人，就係用兩排。嗰種就會躺喺度順風嘅人出去打嘴鼓，非常嘅強。係，嗰陣時你就聽到講順風嘅人啊，就知道講佢哋就係打嘴鼓，就係講英文嘛。知道講佢哋係對國外轉來嘅台灣人，跟住呢啲捱老捱嘅朋友就繼續打嘴鼓。後來捱嘅朋友就會去點酒嘅時節，捱順風嘅寫來，就讓捱打嘴鼓咧。捱就想其實咩唔是冇禮貌，就非常會吃菜嘅打嘴鼓。捱朋友轉來過後，你就變成40人向下打嘴鼓咧。結果佢哋看你嘅酒啊，愛食鐵咧，就搶你食酒嘛。可能嘅國外嘅寫咧，還有按樣嘅習慣，就會感覺講係熱情。你就講後來嘅你就接受。佢翻微博啊，沒辦法。不過幾多就是搶嘅時間，可能有別的想法。我搶食下。他危險就錯誒，他冇按單純，因為你係搶食秘魯和做地啦吼。嗰時候呢，你就向下打嘴鼓啊，跟住然後我嘅朋友識睇過後，佢就講，你愛先走咯，拜拜。結果我喺走嘅時候，哎呦風起來，哎呦，佢順風嘅時候就直接將我來轉來哦，就其實我嘅冇，佢就直接佔我嘅面甲，哎呦，佔過後就講 goodbye，我就嚇到咧，結果佢還直接將我嘅手機牙膏掀咗萬啲冇。冇，佢就直接傾嘅夾嘅天花號碼，大本佢出價，結果我就嚇到我就講，拜就夾走誒，結果佢就傳信息來講，跟你係去海景點冇，結果我就冇插佢咧。冇啊，你睇上擺去嘅時應該，捱老唔講，唔應該超黃色風向下去，人家會知道你帶阿爸，佢都唔敢。嘿，夾爸就坐啲夾扁順上用啊！嘅阿爸唔知教要嘛嘅言語嘛？係啊，冇，因為其實我按你體檢吼，常常嘅跳舞啊，知道有些嘅怪怪。我仲愛看，就唔點用嘅語言。跳舞。冇講係，我都講其實我叫是我用嘅練跳舞嘅。睇下笑話，大家有看過長臂猿跳舞？唔係，因為佢是你天唔跳唔點用嚟跳嘛，唔過冇關係，因為見到人動熱情，你看到講，哎呦。上來按180吼，有幾樣是78公斤吼。韓山演導。嘿，韓山演導嘿，幾樣是幾種樣？唔跳跳係搞唔冇關係，你就牽着我嘅手，難道給他搖誒？哎呀！我就跟着那個律動，好像有些歪了，有些歪了，喲，讓我一下還知道，我這你還律動不夠好，讓我一下就讓我嘅手過去，兩下我就知道，佢跳得好，嘿，我就是咧。嗰陣時我就曉得跳舞，像七爺八爺，你好奇怪咧！我就問一下，佢咁正經唔係唔係男人嘅嘢？其實真嘅唔係。哦，唔信你看我18年前的相片。我想問你咁確定，該是你男嘅係誰妹哦？其實按你定講，按你講先，按你吼。看唔出來。真然看不出來。而咩唔啲，可能咩唔係細妹，咩唔係細奶，有可能男多唔係人。係啊，因為我就講啲嘢喂，我冇爛晒名啊，哦，再來吼，安尼嘅白劇嘛，佢講吼，創嘅佢家就講到一開始就講，佢冇乜嘅熱點嘅經驗啊。就100到100到哪位？就係到中國，當時係因為參加比賽，
啊，比赛结束以后，大家唔系当享爽，所以大家是互相揪一起去夜店啊，去菜市的夜店。刚才提这摆看到哦，原来夜店地头动发的哦，个动哦，还有叫动台动冲给那个 runway 啊，走秀台。等一下是要办决战时装伸展台了。真正就像哦，个灯光啊，用打落去动还有 T bar 就超嘅。嘿哟，哎呦那动嚓，哎呦哦，啊送不还有那个航路哦，你点马上哦，就是模特儿，但才安用呢，记到完全摸着上浮，万千吗？射来射了完全摸着上浮。他们带买去啊，我用50看过。对啊。哦。韩国吼，因为该种是系到中规嘛，啊，菜体个鲜熟哦，非常热情啊，强爱食酒嘛，然后就第一次看到肉酒酒细不油，该上不汉做在点火呢，他就说你要准备混两口3口水，哦，热口令，嘿，就下头啊，下头，那就是下头，哦，提咗摆好多，我拎落去以後吼，日本人就嘴貼了呢。我cái嘴嘅感覺，我們唔清楚事情呢，還覺得全身熱熱的，好舒服哦，該種是難怪人家sen熟哦，你看不你挑到腰的，難怪人家sen熟哦，蛇妹，然後我們就開始哦，我老太講哦，只有在這一集大爆料哦。我是開始垃圾呢，年世界哦，係完全唔年。不過我第幾係選手，就是強下比賽嘅人，然後開始拉到技能差上不還技術啦，拉到判了還技術啦，拉到劍分門前哦，他打開門的那一剎那，我突然想起來想講，我中白槍唔係兩種人，我不是這種人。我係非常慶過嘅人，我想嚟做嘛嘅人呢，我就告訴我自己，好，唔係兩種人，拜拜，我是轉嚟。那我想他真厲害，你講體白去夜店，就看到摩托車咩？哎，這個垃圾拉鬼安部，哦，奇怪，我講冇讀到咩？你就去100就最高峰嘅。我啲經用乜摸儀器，因為佢摸門天門台體。不過啦，講到熱身飯吼，喺台灣有一個東涌繞嘅熱身飯，是小熱。哦，全台灣我上冇人唔會食小熱。就算你下就做老人家身飯嚟㗎，佢頭擺嘛聽咗要食小熱嘅館吼，要分享一下。俺迄老人家俺迄空間嘅想法吼，不過頭擺吼是小熱吼，俺真係動接上市。韓國好上嘅時期吼，真係當日都愛食小熱嘅，去買雞排啊。這太巧嘅這種事。嘿，臭。韓國是什麼鹽酥雞啊，一種東西吼，吃這呢來去買酒啊，來蹦啊，就知道懂歡喜。因為嗰時節好上時期，真係營養嘅食都唔會疲。所以想講啊，天公一爽口天天啊，冇乜嘅壓力。我說哇，當幸福嘅時期啊。真緊吼，食落去1000大卡就沒食落去。嘿。哦，不過該種是後生嘛。你下個食得1000大卡，你教人講食你1禮拜就變了。因為我們係學生誒，用嘅實際冇什麼太巧。不過我唔記得一件事情咧，就偷到研究所就已經唔算學生咧。偷到研究所咁我係後生咧。誒，我們係學生誒，我用嘅身邊冇皮，誒，結果就變咗變皮。哎呦，老太太講，羅馬真的不是一天造成，哦，該真緊吼，愛成年吼，不過撒下了2-3個老太太少嘅，真的是大台北通啦。哎呦，老太太少嘅，假使我哋下到台北，我辦家都需要愛先買嘅咧，好先。我愛是錯嘅吼，你係白講嘅哦。我愛是錯嘅，係因為我講嘛，我台灣嘅研生時間是到台北嘅夜店全部去過嘅。啊，當然啦，夜店結束除了都是一定會要啊，吼，啊除了一定是水嘅宵夜係一定愛嘅，冇重要嘅，總係冇河水，吼。不過呢，宵夜最始終是嘛嘅，當然係嘅嘛嘅永和豆漿是麥當勞。你問我為什麼？因為嘅時間要快速嚟兩件。哦。那係喺台北市，你咪是冇強用咯，係少有分咯。那你東區，哦，昨天去嘛嘅咧，東區是昨天去世界有一間24小時的港式飲茶。哦。冇世界阿媽係關東煮。哦。啊，你那係你那係去西門哦，西門嘅時間你是昨天去世界阿財。嘿，西門阿財真的很好吃，佢係半夜去，還會擺腿擺到半兩種。到兩下哦，我可能剛經冇上班，還冇就去食，全景都好食。你假使我帶到南京東路附近呢？南京東路附近，你食係食個陳家涼麵。哦喲，順豐哦，咩係
哎，你俩他敢有压成分？有啊，我排练时间排练到冬天，应该动摇又动上水磨时间，就会动上会起。佮用时嘅排练时间，上台词嘅时间，我听说爱上用火培养地度嘅培根豆芽蛋饼，佮最近动好是，还讲听说爱请佮天爷爱留佮培根剪刀安尼擦擦，听说爱安尼这样动好势，我还会是饭团，还有奶茶，安尼呢，给张五。你还一只 set 去係，因為一隻石天初嘅按嚟說，按嚟係真唔係劇，嗬，真做嚟去水木，聽講伊真做嚟要好心情去排練，真件。哎，冇唔錯，因為你大家都知都市謠言吼，絕對唔好壓記，你就會吼就會不是夾俄羅仔，馬上不給打死嘅。順豐、王小鳳，看唔嘅都市吼，咩千外闊，嘅唔係營業初審啊，留大家分享下人口袋名單。其實剛剛號稱有社工呢隻東西啊，台北市還有一間咩喺24點鐘啊，都麻煮麵呐。哦，麻煮麵咩東東也去食吧？剛剛講嘅阿嬤關東煮，你可能唔知吼，佢嘅攤車隱藏版咧，係他們有特定時間。佢咩冇一天我等佢出來，困嘅心情咧，係困嘅心情咧。不過有到佢真件便宜又好食，好食。而家講嗰個永豆有冇？人台北大概去一天講10貼1蛋飯，10個鍋貼1個蛋團，加蛋的飯團。那個跳鋼用糖血咯，糖也是，這是術語。10貼1蛋飯。然後一定要加辣椒油，係啊，還有個。因為台北係另外最近嘅就係信義區嘅夜店，係嗰時候一天我去食市民大道嘅涼麵。然後夾扁筍有一間係專門是啤酒配生蠔誒，好，佢當時有一餐咪好有出那個蒜泥白肉，你就會記得拿一盤蒜泥白肉，給我配上市民大道嘅涼麵，然後我蒜泥白肉搭涼麵，真係動沾到啦。然後我還有個夾餸嘅煎亂包，嘿，一定要半熟荷包蛋，嗰啲係3合1。嘿啊，市民大道涼麵扁筍就會泰式奶茶，跟咩有名嘅要排隊嘅。好啦，我這一個有冷飲啊，又有泰麵，又有肉，又有糖，吼，又有卵。我諗我一分落去以後好衰咧。我哋下仲算係啲，佢哋下仲揾唔平下用嘢咯。你下分落去水太高後，個營養高後，難怪。你下誒準備就好食咧，唔係，人天依台唔係人麼？人本樣愛叫呢？唔係有公平啊，本樣講你就係講你咋，唔係講你咋。唔講日本樣嘅廢台，好係啦，講佢叫。唔過講真件啊，你講到咧亞少呀，喺台灣人懂共同嘅回憶，唔過唔單槍按你亞成法，假使你喺冇浪漫嘅世界，到底有哪道素菜做得約會咧？等下再嚟繼續下向下來分享咯。嗰時候半夜起炒去路紅，全部摩擦哦，起咗前棟樹叢啊，大街片哦，嗰啲咪係坐下去泡茶打牌，你下上面咧係要熱死戇啊，咁個肯定都好搞哦，因為嗰時啲大學讀嘅係新店嘅大學，真心係好，我最近走到嗰淡水冇時走到嗰山之看海啊，聽海哭的聲音啊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而家滿到大家講假使，你要食燒呀，要推薦哪位好食、好搞、好料。唔過你下假使嗌約會，嗌去哪片，就做咧享受呢種，想係每下浪漫，嗌去哪位咧阿志怡。講到浪漫就會問我咧，因為我係上午錯嘅稱號浪漫，跟住你學生嘅時候一定會去嘅陽明山嘅草山野味麵。臭姐。跟草山野味麵真嘅哦，非常嘅浪漫，非常嘅有 feel。唔過呢佢東西真嘅我蠻好食，唔過真嘅呢個價錢就有啲會較高咧。嗰時候學生嘅時候真嘅就是有的時候會去一下，但係覺得說哦心好痛，因為會罰錢嘛。係，唔過一下顏色進來進太咧，係韓國人有發現講。草山野味麵嘅片動到滿呢，係嗰種細下模啊，像你按醬嘅細下模啊，我去嘅時真嚟做暢銷，因為冇人就會見咬嗰種因為做較多啲喂，不過後來我發現咧，我一下顏色進來進太咧，我一下稱好去哪啲冇？貓空嘅邀約，哦，貓空邀約食茶，你沒有去過？有，係，因為這片東西真係哦，當好食，韓國人亦咩咩搶貴，你就做在食茶、打水果啊，韓做在搞嘅桌遊，係。講到親像唔去過假拜嘅嗬，真係去過假拜嗬。邀約一場去過3、4擺停停。哦，老主顧啦，古董都兩片推薦本太自家啦，假使太家上去嗬，愛釣鼓做得請你嘅阿志怡啦，3號嘅倆聲吼，哦，真的是台灣的那個行頭嘅人吼，
好心，让他少改就好。假使想系乌龙蛮改人爱去哪位？其實哦，我哋台河世界是慢來為主咧，唔係單強去牙甜人啦。葉蔥也是最喜歡的一件事哦。該是台灣人生愛行記得體育白魚的世界，應該讓你電到呢，應該係後生嘅世界就係鳥控，後生應該台河應該是就係鳥控咧。該是哦，半夜起車去路況全部摩擦哦，起咗動訴訟啊。大改片哦，我哋咪係坐下去跑叉打牌，你下上咧係要熱死戇戇啊，唔過肯係當河搞哦，因為嗰時我哋大學讀嘅係新店嘅大學，進先係河，我哋水人走到嗰淡水冇時走到嗰山之看海啊，聽海哭的聲音啊，你也張我惠妹記得我哋水人走到嗰白沙灣哦，半夜要傾緊講走是走，講行是行哦，所以汽車走到嗰邊去啊。今日哦，我哋早上上課還係早八該做，新店跑到白沙灣，早上還要上早八，重點係我哋真緊要做咧上課，真緊要點名。唔過媽媽有講，俺無條總唔得去個海巡嘅片，當危險。嗰時後生人越圈越無動到鬼，真驚啊！係要你啊，你哋該片啦，是慘。我哋去冇搞水，真緊去看海，去睇海裡，睇海嘅上映。去到嗰邊做咧，我要點名哦，點到名點好是全部已經水嚟咧。所以後生老師講吼，真緊吼做學生嘅時，唔會上，唔曉上，個真緊要有經驗，唔啲下個下面個去一擺，應該冇。其實那係今年冇上班，還係會去啦。不過你專業去擺所咧，你專業去一擺，你死得人啦。其實佢哋下個生活就安用要做旅行社，咩就安用英，係啦，係所休息嘅時節去到動奇怪嘅素材，奇怪嘅素材。不過吼，咧順風假能，我們可能佢安尼冇乜嘅野生法。如果老太家推薦，可能啲聲音冇乜嘅機會去去到地方，不過真緊動強。冇錯，因為呢，我完全唔識老男朋友去看過夜景，真嘅，我 IG 圖入面，睇下都係來幫我。今天冇山咧，係哦，係唔講咧，我去 LA 時節，我爸爸就調試我聽得我上去看夜景。唔講咧，佢當講咧有咧透明嘅溜夾嘅，啲嘅教嘅時節就做嚟看。慢嘅了 LA 做嚟看天，全部都看哦，真見動靜。可能喺我新冠度前3名嘅夜景，真見聽說有機會愛去試看啦。唔就冇看過夜景，嘅就唔可能睇一擺。係啦，要去 LA 啦，睇下馬嘅時節會去到 LA 咧。LA 看夜景咧，去 LA 看夜景就算，喊老阿爸用下子啦。色彩很辣。哦，色彩很辣白，咁按呢？佢轉到台灣好咧，北墾嘛會當為寮、當為高、當為船嘅人吼，到台北，假使我們就是想要在台北，台北愛去哪？台北市吼，我老大家推薦前3名做得去嘅素材吼，鳥孔其實未做得啦，不過我大學時期嘅時候都順風吼，看到都不想看了，所以前3名冇鳥孔，不過第2名吼，老大家講一下，就係內湖嘅皮山岩，碧山岩，其實就係到倆天時台嘅附近，等下大家做得附近去瞅一下。石門係冇。好，第2名係哪一片咧？就係中科嘅紅露堤。跳開嘅，跳開已經兩台。梗係讓你聽咗，因為我大順頭我未去到冇上去。不過，佢其實係營業嘅行程哦，因為我石頭嘅時間做得去抽嘅發財金，暗部做得看夜景，你看。從早上嘅8點到暗晡嘅8點，全有時間做咧做，都好嘅。我條問一下，你 Q 嘅發財機咪 Q 12點鐘？你而家 Q 埋哦，應該跌到點到搞係冇？然後嘅白講啦，眼冇講意思，老爸講大嘴鼓啦。好，假設大家冇滿意，談看一下第3名，就係解下吼。自己要嚟大家推薦嘅就係潮汕鴨味麵，就到榮民山嗰一片嘅。該景點動河，該夜景就得看到台北市，還就得看到那個路燈啊、車行啊、行條、五彈牆安用嗰片，還有在動態嘅外線，會發光的，走在嗰片翕相。然後它會有那種無邊際的感覺哈，因為這個都它就是在山邊，挨翕嘅時之後，哎呦，好像你。坐臥在台北市的整個城市市景，跳200，
你就是台北市，台北市就是你。等一下，俺头期咧动场嘛，该建案的广告。你系嘛该建筑送系嘛？因为啦，真紧动好啦，所以你3秒左咧睇下戲看下。假使你真緊冇去過陽明山嘅草山夜未眠，你冇講你探過戀愛。係真勁真勁。我不要再刺激家人。係咩？我記得真嘅係當好嘅主攻，因為伊迄個看亞健嘅情侶哈，一定會檢討難登檢討，因為會很會冷。還有很多情侶雙人座，呢種咧先天賦哦，叫我現充電哦。冇錯。安樣你睇下到啲嘛？希望今日限擺去到草山人會面嘅時節係撈自家嘅人為熱辦。係我知佢呀。IGD 機片吼，機真太緊要啦吼，機都在搞到係多時間喺廿八片中下去，眼超唔掂咧。不過講到轉來啦，呢一下睇到就也是不年輕的嘛，啊最後生嘛超過25歲咧。佢呢一下問題就係講，呢度呢一下減入廿成法。望阿伯唔使嚟講，我聽晒就冇嗌啦。望太過啊，壓成翻用品險。其實而家講嘅，我全部教過嘅，古時我知道我哋下安尼，我咩知道，我真係食書啦。因為下吼有聲音咧，佢食飽飯洗身，只要準備好洗毛頭，因為上課嘛。古時我答案本我下壓成法就喺啲副卡書記拿出來。準備我打後上台上講嘅劇本，我打以前我又想講，心情係冇乜嘅感覺，我用緊實留一下手機嘅，看一下樣片，都是又有嘅，旁邊有市民大道嘅涼面，又去拿一個蒜泥白肉，又再個點一隻3合1湯，半熟荷包蛋，泰式奶茶，福飽以後，又好衰嘅。就冇大咧。結果咧劇本是冇假咧，就冇高一點。又要打劇本，又要聽音樂嘅。聽音樂行場，哦，呢邊都聽上面。係要這個拿出來。我講咧，人家只成把錢係千無良嘅冇錯。最尾來問一下後生，一下做離鄉沙過後，還有廿成發冇？當然咯，我哋係廿成方面當精彩啊！用乜講咧？因為加班加到會死啊！當場咧，真緊當場。我當然講緊上禮拜，我幾禮拜哦，當日哦係半夜1點2點鐘到波。很成功。不過我很珍惜這樣的生活，因為安英按到有錢財。哎呦，有天才！因為如今嘅關係吼，佢想去加班，係冇辦做呢個。哦，正經啦。但一切世界全部係6點準時下班。好啦，講到正經嚇，你一下吼，等下結束過後，大家強下來去談水好冇？好，走啊！你好啱好，做啲啊！你時差大家強下你做唔得吼，唔過咧，你一下愛時差愛提醒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大家要講到享受廿成法，千萬食少唔好時差，時差前前千萬唔好食少，最重要是乜嘅？下禮拜重要事件，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台上歌，要開大家講，拜拜。中白間嘅場已經打牌啦，聽講去打麻將啦，會打太大，120就好。特擺你睇圈子呢位3缺1哦，120啦，打6點鐘都打2鐘啊，6點鐘就打2鐘，6點鐘2